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坚固信心。撒拉年老生囝，又搁活37冬。伫伊127岁的时阵安息啊。伫圣经的记载来看，虽然当初时撒拉对伫上帝使者的预言生囝用这个体笑来回应，并且呢，伊捌试用家己的手段，想要来解决上帝久久无法度兑现的应允。但伫圣经内底，亚伯拉罕以及撒拉犹原是被称作信心的典范。特别是咱看见伫希伯来书的角度，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。伫因的生活中间，伫因后代生活中间，拢建立着信心的这个基础顶悬。咱看见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的经文，记载着137岁的这个亚伯拉罕为着太太撒拉的死，伊来哀哭。伫遐来伤心，并且呢，亲自安排伊安葬的代志。虽然伫经文内底咧讲到迄个赫人以弗伦，伊愿意来免费赠送土地，这个麦比拉这个棚空来互亚伯拉罕来带伊的太太。但是圣经看讲，因将外族这个亚伯拉罕看做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圣经讲，因安尼讲：先生，请听，伫阮的眼中，你是一位伟大的人物，请伫阮上好的坟墓的所在来埋葬你的太太。什么人拢愿意互你这个墓墓地来埋葬伊。以弗伦对亚伯拉罕安尼讲，以弗伦对其他赫人做伙坐伫城门口聚会的所在，伊伫大家的面前来回答，互进城的人拢会通听到伊讲：先生，请听，我要将迄规地的地含田内底的棚空拢送互你。我伫东北面头前要将伊送互你，互你来埋葬你的某。但是亚伯拉罕坚持爱付费，伊用信心的态度来面对这的地主，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展现。亚伯拉罕甲以弗伦的对话安尼讲。但是亚伯拉罕伫赫人的面头前来跪拜，并且对以弗伦讲话，互每一个人拢听会到。伊讲：请听，我要买规地的田地，请你将钱收落来，我要将我的某埋葬伫遐。以弗伦就回答：先生啊，迄个地只不过是值400块银。你我中间，迄个算了是甚物呢？请将你的太太葬伫遐吧。亚伯拉罕同意，就照着以弗伦伫大家面前讲出来的价钱，用当初时生理人通用的称400块银仔来互伊。保罗写批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，表达伊对帖撒罗尼迦的关心。虽然伊一直盼望会当来前往帖撒罗尼迦，
但是后来决定要继续留伫雅典，所以伊就差派伊的学生提摩太代表伊去到伫帖撒罗尼迦。保罗批是一个信息的作为，因为伊真实旨意着帖撒罗尼迦，因为伊即旨意，所以就差派着伊家己所听的学生提摩太来前往帖撒罗尼迦教会去。批保罗安尼写，所以阮袂当搁再等落去。山落尾决定继续留伫雅典，派阮的兄弟提摩太到伫恁遐去。伊是阮为着上帝传基督福音的同工。阮派伊去的目的是要来坚固甲帮助恁的信心，互恁中间袂会有人因为受到迫害来得救。恁知这个迫害也是阮所必须爱经历的。甲恁伫做伙的时阵，阮已经有先甲恁讲，有关阮将有可能受到迫害的事。现在所发生的是甲料想的同款，这是恁所知的。因为安尼，我才派提摩太去。我袂话通搁等啊！我派伊去，是为着要爱知恁的信心到底是怎样。我毋相信魔鬼已经诱惑恁，这是阮工作已经拼空啊嘛。保罗派提摩太的目的是要为着坚固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信心，帮助因坚固信心，因为因拄着迫害。这个情形也亲像保罗伫宣教旅程的中间所拄着的迫害同款。这下所拄着的迫害，拢是对犹太人来。因控告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因讲因是违反皇帝的命令，因为基督徒讲因另外有一个王，名叫做耶稣。虽然这是一种假消息，但是嘛却真侪当代基督徒为着因带来真大困扰，以及危机，因需要被鼓励，因需要被建立，需要有使徒去甲因关心。所以安尼，保罗因为家己无法度前往就差遣提摩太到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关心，特别是要表达保罗的关心。伫因的面头前，面对逼迫的情形的下面，来坚固因正人的信心。基督徒的性命时常有困境，时常会拄着亲像这种的诬告、无需要有的罪名等等。好那亲像初代教会基督徒所面对的拢同款。基督徒面对挑战、苦难、病痛，甚至亲人的死亡等等够艰难的时阵，基督徒的信心需要被坚固、被建立起来，直到通好面对困境甲苦难。通去靠着迄个国外基督的救恩来赢过这个试炼，亲像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的劝勉，伊安尼讲着：兄弟姊妹啊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阮爱恁知，才免亲像遐个无盼望的人安尼会悲伤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，信心必坚固，毋通活甲亲像无信心的人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的时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因为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雪的地有溪水搁在流。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来受歌。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着伊会袂困，欢欢喜喜倒来。感谢天父知影阮的软弱，当阮拄着困苦艰难的时阵，无互阮来累积，不但互阮有兄弟姊妹彼此的扶持带倒，阮更较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救恩，亲就诚做坚固阮信心的来源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